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国情常咧讲，日本人写汉字，中国人嘛写汉字，因写简体字；搁台湾人嘛写汉字，同款汉字2字写出来，个人解说无共哦。你像讲华语有的词，但台语应用毋是干那一种。来，国情举一个例，华语有一个词叫做穿插，咱知影啦。咱知影讲吼，就是有当着啊节目好看，中原来爱穿插广告，广告有的毋是为着要趁钱。有的是为着要提醒讲吼，这个节目真好看。不过阮某时某日本台，啊，搁有别个节目嘛真精彩，用你着爱转阮这台，继续来甲阮收看。安尼叫做穿插。华语是安尼用啦，啊，台语咧，台语2音，一音就是头拄啊国情咧讲，穿插，但台语爱讲穿插广告，为着收入，为着经营电视台，无毋对。啊，咱公视台语台是国家支持的，咱嘛会穿插广告，甲你提醒，足精彩的歌戏要开播咯，你用准时都爱转来看哦。穿插这是一种解说，另外一种咧，你这里穿台语有汉文甲白话，汉文叫做穿，白话共这里爱讲叫做清，对啦。那清讲清茶的时阵，甲华语解说完全都不相同咯。清茶就是讲。看你穿这个布料的，国情这叫做台湾衫，布料的台湾衫，也是讲穿西装、夹内裤带，安尼叫做穿插。看你的心情就对啊。不过穿插，但华语穿插是无人服装穿啥款迄种解说无，华语完全无哦。过来另外一个词，原来真趣味。台湾话咧讲贯穿，华语讲贯穿，解说原来大不相同。因为华语讲的贯穿，就是讲规个主题。贯穿整个节目，也是讲有的人真够读册，好看节伊就知影两，看衫伊就知影十，莫讲知影是伊甲知影十啊啦。册编来编去，孔子的文章、老子的学问，伊拢会晓。安尼叫做贯穿诸子百家。啊，那台湾话咧，台湾话贯穿是一个表达的名词，伊伫咧形容啥？讲这件代志是我所贯穿。意思讲，我上熬，我上下，这个词应用伫台语，就是讲我真白，别项袂晓啦。啊，若唱台语歌吼，我常常咧比赛，拢第1名啦。国情啊，你遮外口，毋是啦，我毋是咧讲我是讲迄个专门真够唱台语歌、参加台语歌比赛的选手。台语歌就是伊所贯穿的，就对啦。